CK Hair 50周年呈獻，發現美麗精彩人生。成功嘅大道好闊，係因為上邊嘅人多，而且仲會走翻轉頭幫助其他人，帶俾佢哋信心走上成功大道嘅就更加少啦。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其中嘅一位，趙振國先生從事假髮生意已經50年㗎啦。喺80年代 ，CK 仿真髮嘅品牌喺香港流行一時，但係因為製造同外銷假髮嘅生意越做越大，令到佢根本冇時間兼顧零售業務。幾十年嚟 ，CK 不斷鑽研假髮嘅技術，佢哋以日本聚合科技處理仿真髮絲，專業嘅技術令到髮絲嘅構造以至光澤度同埋真髮極度相近嘅。亦令到 CK 嘅假髮產品大受客戶嘅歡迎，行銷至歐美、日本各地。直至到有一日，趙先生發覺佢一直鑽研嘅精工髮絲技術唔應該只係屬於海外顧客嘅專利，所以咧我就成立咗 CK 精工髮專門店，希望咧以優惠嘅價格、高科技嘅髮絲同埋優質嘅服務咧為大家服務，幫佢哋咧重拾佢哋嘅自信，行上成功嘅道路。而家香港人咧工作壓力好大，所以好多好後生嘅人咧就會甩頭髮同埋生白頭髮。由於佢哋工作好忙啦，佢哋冇時間去髮廊啦修理佢哋嘅頭髮，所以使佢哋咧睇上去咧比實際型咧就老咗好多，就大大影響咗佢嘅形象同埋自信。CK 嘅假髮咧就可以用我哋普通嘅洗頭水嚟洗嘅。嗱，乾咗之後嗰種嘅記憶技術咧可以回復翻本來嘅設計，唔使吹喎，真係好方便啊！係啊，我哋仲有專業嘅髮型師啦，為顧客啦服務，設計佢哋中意嘅髮型。專業、關懷、創造美好嘅人生係我哋嘅宗旨。